主啊，2024年1月1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真济外族人斗阵行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出埃及记12章第1节到51节。上主伫埃及地对摩西甲亚伦讲：恁着用即个月做恁的正月，做逐年的头1个月。恁着对以色列的全体会众讲：即个月初10，逐个人着照家庭准备羊仔一家一只。若厝内的人少，一只羊仔食袂了，着甲隔壁厝边做伙准备，照人数，照逐个人食的分量准备。恁着对绵羊也是山羊，选一只一岁，无缺点的公的羊。恁着甲羊仔留到本月14，伫黄昏的时，以色列全体会众着杀羊仔。恁着摕一寡血抹伫因食羊仔迄间厝双边的门屉甲门楣。迄暗着食羊仔的肉用蟹烘，甲无夹饼、苦菜做伙食。袂用得食青的，甲用水煮的，肉着甲头骹腹内做伙烘来食。食的拢毋通留到过早起，若留到过早起，着用火烧掉。恁食的时，腰着下地，下着穿地，手着举管仔，嘛着赶紧食，这是上主的搬过节。迄暝，我要行透埃及地，拍死所有的头上生的，无论是人也是精生，搁要审判埃及所有的神明。我是上主。恁若有伫恁的厝抹灰做记号，我一个看到即个花，就要对恁遐搬过去。我拍埃及地的时，毁灭的灾难袂临到恁。恁着为记得，即日是上主的节日，常常守即个节日做永远的规例。恁着食无夹饼7日，头1日着对厝内将甲母清去。对头1日到第7日，所有食有甲的物的人，拢着对以色列人的中间激出。头1日甲第7日，恁着举行圣会。即2日准备食的物件以外，其他的工作恁拢袂用得做。恁着守拄假节，因为伫即日我带恁的军队对埃及地出来，所以恁着守即日做世世代代永远的规例。对正月14下暝到日下暝，恁着食无夹饼。即7日内，恁逐个人的厝内袂用得有夹，食有夹的物的人，无论是恁的同胞也是外族人，拢着对以色列会众的中间激出。有夹的物，恁拢袂用得食。伫即个节期内，恁无论住伫什么所在，着食无夹饼。摩西召集以色列所有的长老，对因讲：恁着为恁的家族拣羊仔，刣来过搬过节。着摕一把牛膝草运盘内的血，抹门楣甲双边的门屉。天光以前，无论什么人，拢毋通出门。上主要行透全国，拍死埃及人。伊看到门楣甲双边门屉的血，就会搬过迄个门，毋准
毁灭者入恁的厝，甲恁拍死。恁着遵守即个规定，做恁甲恁的后代永远的规例。将来恁进入上主所应允要赐予恁迄个地，恁着遵守即个规例。恁的囝儿若问恁是安怎要守即个规例，恁着讲，这是献予上主搬过节的祭物。上主拍死埃及人的时，伊搬过住伫埃及的以色列人的厝，解救咱逐个家族，人民就趴伫涂骹敬拜上主。然后以色列人离开，照上主对摩西甲阿伦的命令去做。伫半暝，上主杀死埃及地所有头上生的，对坐王位的埃及王的大囝，到关伫监狱的犯人的大囝，以及前生的头上生的，拢受杀死。埃及王甲伊所有的人臣，以及全部的埃及人，拢伫半暝起来。伫埃及全地有大啼哭的声，因为无一家无死人。埃及王半暝叫摩西、阿伦来讲：出去，恁甲以色列人着离开我的人民，出去，照恁所讲的去敬拜上主。嘛照恁的要求，连牛群、羊群拢带去，毋过恁着甲我祝福。埃及人赶以色列人着赶紧离开，讲：阮拢得要死啦！以色列人就摕还未放假的面丸，下伫超面粉的器具内，用衫包起来，放伫镜头顶。以色列人照摩西的话，对埃及人讨金器、银器甲衣服。上主予以色列人得到埃及人好的对待，因要求甚物，埃及人拢予因。安尼，因就抢夺埃及人的财物。以色列人离开兰塞往苏格出发，囡仔妇人人无算，行路的总长大约有60万，阁有真侪混杂的群众，以及牛群、羊群，真侪精生甲因做伙出去。因用对埃及带出来无发价的面丸烘做饼，因为因受赶离开埃及真紧急，袂当为家己准备食物。以色列人住伫埃及430年久，430年一个满，拄拄迄日，上主带伊的军队对埃及地出来。即暝，上主规暝固守因，带因出埃及地，以色列人着世世代代伫即暝向上主守夜。上主对摩西、阿伦讲：搬过节的规例是安尼，搬过节的食物，外族人拢毋通食。毋过用银买来的奴隶，若有受割礼就通食。寄居的甲请来的工人拢毋通食。着伫厝内食，连一块都毋通摕出去外面。羊仔的骨连一支都毋通讲断。以色列所有的会众拢着安尼守节。若有寄居伫恁中间的外族人，要守搬过节，敬拜上主，因家内的查甫人着受割礼，才通甲本族的人共款守节。毋过无受割礼的外族人，拢袂用得食。本族人甲寄居伫恁中间的外族人，相款拢着守即个规例。以色列众人就照上主命令摩西、阿伦的话去做。就伫迄日，
上主带以色列人一队一队出埃及，真侪外族人斗阵行。伫台湾，每一遍选举过两天，通常是礼拜日，这往往也是牧师上好准备讲章的时阵。一方面，牧师要家己支持的候选人也是政党，当支持的对象伫选前扭曲下落选，心情往往难以平复。另外一方面，教会兄弟姊妹也是各有支持的对象，而且选举总是有人当选，有人落选。牧师若伫讲道中讲到选举结果，难免会动头轻，气孤平。若气毋讲，显然阁是咧避重就轻。对出埃及记12章1节到51节，咱通看到伫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行列中，其实毋是只有雅各的后代，也有真侪外族人斗阵行。接落来，因毋领和以色列人做伙经历受埃及王追杀、过红海的惊险历程，也伫西奈山徛做伙领受律法和诫命，搁同齐经历40年旷野的考验，最后做伙进入上主的应允之地。伫以色列12支族中间，并无搁另外新增设一族，显然遮个外族人是拍线并入去各支族的内面。台湾追求民主的进程中，捌有四大族群的讲法，就是原住民、河洛人、客家人和外省人。所谓的外省人，其实也会当分真侪个省籍。不过，对着时代推移，咱发现哪来哪侪来自中国、东南亚和欧美的外籍配偶，伫台湾落地生根，也有真侪东南亚移工来台湾贡献心力，阁有欧美人士以技术投资移民的身份来台湾发展定居。以外，阁有外籍神职人员伫台湾服务侪年，因为对咱有特殊的公分，就取得台湾的身份证。伫真侪领域，咱拢会当看到遮个外国人对台湾带来美好的贡献。遮个加入台湾的外国人，无论因来偌济年，拢甲居住伫台湾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族群，逐渐成做共同体。咱做伙度过真侪美好的日子，也共同面对天灾人祸、大海危机、新冠武汉肺炎疫情等等。现今，咱也做伙面对民主选举的结果，遮个可贵的共同经验，取代血缘关系，互无共族群成做生命共同体。拄亲像遐个对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外族人共款，甲以色列人成做共同体，同进同退。检采有人认为爱政党轮替才算是民主，也是认为屈服的和平也是和平，千万毋通刺激中共。总是无论安怎，咱拢应该坚持民主制度。伫民主自由中间，咱通透过倡议、谈判和协调来解决歧见，透过选票来选贤与能，毋是用钱，也是称旨来取得政权。就算族群无共，政治理念无共，咱也要努力形塑生命的共同体。当选已经诚侪台湾人共同语言，互咱伫民主之路做伙向前行。
默想，当人应该安怎接纳外族人？我通安怎善待身躯边的外族人？我安怎帮赞身边的外籍移工、新住民，互因搁较融入伫台湾社会？当人应该安怎接纳外族人？我通安怎善待身躯边的外族人？我安怎帮赞身边的外籍移工、新住民，搁较融入伫台湾的社会？咱来祈祷，万民的主，感谢你，互真侪无共族群的人对逐所在来遮会主伫台湾共同拍拼。求你教示我安怎善待这离乡背井的朋友，彼此牵手斗阵行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